分享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寇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全世界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宣布禁止英国的飞行机入境，因为英国出现变种的病毒加较高传。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时表示讲，咱台湾目前并无抓到这只病毒，加上咱国内对12月份开始实施秋冬专案，资本就真严格啊，所以暂时无要限制英国的飞行机班。英国发生新冠肺炎变种病毒，欧美各国小连续宣布禁止英国客机入境。若是台湾敢有要对咧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表示，因为全球对变种的病毒还未完全掌握，所以会来继续注意。台湾目前还没有侦测到有英国变种病毒进入国内。针对英国的疫情的严峻，这个可能是当地，譬如说是伦敦啊，它无法适当的取得这个防疫措施啊，或民众对这个疫情整个有松懈，造成这整个病毒的快速的散播。各国的神经拢被真安，要迎接疫情了的新挑战。指挥中心指出，目前并无侦测到变种的病毒入来国内，佮加上台湾伫咧实施秋冬专案了后，防疫措施正顶进，估计会当有效阻挡病毒伫咧国内传播，所以暂时无限制英国航班的计划。我国自12月1号起实施秋冬专案，那所有入境的人都需要3天内的这个核酸检测的报告，而且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那检疫期间，有症状也立即采检，再加上进入到社区之后，8大类的场所都需要戴口罩来等措施哦，已经有效的这个阻隔这个病毒在国内的传播。2年底跨年活动就剩无到10天，指挥中心日日甲专家小组还有地方的卫生局来开会讨论相关的防疫措施，希望会当做出简单执行，而且佫会当对防疫有利的基本规定。详细内容会等待开会确定了后，这个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各国嘛开始咧注意风声，欧盟伫今日是建议讲要赶紧量早核准辉瑞甲 BNT 这支预防针。欧盟的主席嘛讲，上紧伫12月27，欧洲就会当开始做。另外，美国总统的当选人拜登昨昏是带头做预防针，而且佫透过电视直播，要增加美国人对预防针的信心，爱大家量早去注射。No, you just go ahead. Anytime you're ready. 医护人员替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来自辉瑞 BNT 的第一下新冠疫苗，透过电视直播，拜登希望当提高美国人对注疫苗的信心。The administration deserves some credit getting this off the ground with Operation Warp Speed. I also think that it's worth saying that this is great hope. I'm doing this to demonstrate that people should be prepared when it's available to take the vaccine.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总统高级小组嘛证实，副总统当选人何金丽一定伫咧耶诞节过了后来注新冠疫苗。拜登的太太吉尔嘛已经注疫苗，拜登嘛对美国民众发声，疫苗已经伫咧落年。It's one thing to get the vaccine out, and now Moderna is going to be on the road as well, but it's going to take time. I hope people listen to all the experts from the Dr. Fauci's on, talking about the need to wear masks during this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holidays, wear masks, socially distance. 同款伫咧运送疫苗的，还有疫情嘛真严重的欧洲，欧盟药品管理局 EMA 日已建议讲，爱核准辉瑞 BNT 的疫苗。Today we add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our fight against COVID-19. We took the decision to make available for European citizens the first COVID-19 vaccine. We granted conditional market authorization to the vaccine produced by BioNTech and Pfizer. EMA 核准疫苗建议了后，佫需要由欧盟执委会来授权。执委会副主席捌表示，2天以内地当正式授权，代表讲23地当发出核准。欧盟指出，会协调相关国对27开始做预防针。EMA 卖伫咧明年1月7日，针对莫德纳疫苗来发表意见。记者电话人郑建光编译。镜头等下过来关心旭富制药设伫桃园的工厂，礼拜日中昼火烧，佮烧对边仔几20间公司去，嘛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结果昨中昼现场佮传出爆炸，因为厂房内底有化学物质金属钠。公司即马估计讲损失大约是8亿。桃园市政府已经依照治安法要求停工，要追查责任。过
怪手一直学消防人员无用夜水做残火处理，火场经过规暝抢救，消防人员是非常的忝，有的围岛暂时休困一下。这一摆救灾总共出动100台救灾车，304名救灾人员。昨天就是一直连续不断的爆炸，现场大小声超过10声。旭富制药桃园工厂20钟头发生大火，风势强，佮加上厂内囤大量化学品，一直引起爆炸。边个海河拖掉保管场，跳甲是真厉害，甚至有顶路零件喷飞到保管场，好佳在无讲到人甲车。这一块就昨天从上面那边飞过来的哈，对，感觉砸出一个洞。这大火造成一死一伤，24小时了后，佫发生爆炸，佫爆出大量乌烟。消防局表示，厂方第一时间讲，厂内8桶金属钠已经清空，想袂到依然有残留致使爆炸。伫业者无提供危险物品确实数量甲位置进前，禁止所有人员进入厂内。它没有办法在常温藏在表面上，它一定要放在油的溶液里面来做保存。桶体破裂，它与空气接触或是水分接触才能爆炸。工业防灾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大的化学品的工厂，那么我们也会展开这个安检跟其他必要的措施。旭富制药也开记者会说明，因为生产线咧做化学溶剂处理，无细致发生火灾，初步估算损失差不多是8亿，应该用得到保险全部赔偿。我们目前有投保足额的财产保险，所以财务的损失保险理赔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火烧甲34176平方公尺，互这场大火影响到的风力纺织、桃园纸厂、东洋工业、国城工业这工厂初步估算损失10亿。旭富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差不多是3000万，后续赔偿依然是真价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捷运列线，因为列车的连接器害去故障，甲大拢还未解决。台中市政府无排除要叫毛工程的台北捷运工程局爱赔。若3间承包商昨昏是公开回息的。若台北市的捷运工程局伫今仔日卖去台中市议会报告做说明。日本、法国、台湾3间台中捷运共同承包商代表一出面就深深一鞠躬，向大家回息礼。因为中捷列线上线试营运第6天，列车连接器特心就断去，暂停营运。台北市副市长潘正生第摆对外公开报告，问题就出现零件组装问题，因为组装无好，列车行时阵无平稳，苗固着内部去磨掉，最后发生疲劳才断去。全部拆开来看，是有两个是断裂的，其他是完好的。那我们也做过这个材料的检验，这个经验它应该不会造成本案所以因此而断裂。アンカー装置の組み立て不良により、列車の走行中にドラフトギアシャフトの上下動の不安定になったため、アンカー装置の内部摩擦によって起きた垂直曲げ応力がドラフトギアシャフトに加わりました。その結果としてギアシャフトに疲労破断が発生いたしました。潘正生表示，台北捷运工程局21年来无发生过特心断气，将中捷列线列车36个连接器全部拆开看，其中2粒断气。经过测试，毋是材料硬度问题，未来厂商也要建立一套组装 SOP， 全客动工强调，按照明年1月初9进行完成疲劳测试。确认要建立一个标准成而且要防呆的机制。后面我们接手以后，万一我们有同样发生装错了，不麻烦。台中市会要求承揽工程的台北市捷运工程局到台中市开报告。台中市府也成立捷运故障委员会，要公开向北捷工程局提出求偿。张德雄表示，北市交通局应代为求偿。台中市府强调，中捷爱安全无问题才会通车。那还是重申，唯有安全才能通车。那这一块我们也筹组了第三方的捷运故障的审查委员会。张德雄也要第2日到台中市议会，由负责中捷工程的官员报告及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东北季风会略略减弱，雨卖较少。咱来看上新的温度。
今日伫遮方面的北部、东部甲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雨，也毋过伫新北、基隆甲宜兰共款受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侪云。今日温度会略略回升，伫北台湾高温有20度，也毋过暗时阁有方面会高温，加上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北部、东北部又阁会反寒。昨昏是冬至，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加上水汽饱甜，玉山昨早8点外落今年头一场雪，若雪山嘛有落雪。气象局是表示讲，玉山头一场雪落伫12月25进前，拢算正常，若今年嘛差不多。玉山离早起8点20分降落今年入冬以来第一场雪。玉山气象站即时累计达到0.5公分，气温摄氏零下3.1度。降雪继续到9点50分才停止。中央气象局表示，玉山初雪时间伫12月25前拢算正常。在每年的12月25号以前都算是正常值，那所以说今年的初雪是发生在12月21号，所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在今天一直到周四以前，其实中层的水汽还是会有一些带来到台湾上空，所以说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区，在周四以前都有机会观测到有可能有降雪的情况。日透早，有山友顶落山，拄好拄到强降雪，报道淡谷有淡薄危险。玉山管理处指出，雪季期间部分路段受即时影响通行，无适合一般性的登山活动，会优先管道维护登山安全。攀山中的同仁会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第二个会做一些加强安全宣导。透过这些部分。第三个，我们会协助山友装备的检查。毋但玉山抗雪，雪白国家公园雪山也落雪，有山友伫面册分享山顶雪景相片甲影片，为全国以上到主峰砍一沿薄雪，景色真水。记者综合报道。随到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中捷运绿线列车的特心登记是国内头一届发生这款代志。根据联合报的调查，相接车厢的连接器是全新的设计，全台湾无人用过，嘛，互一寡专家是积极讲台中捷运敢是白鸟鼠。来看《苹果日报》，英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加较高传，而且愈传愈凶。英国已经宣布要封城，甚至有可能封锁国。安怎讲呢？是因为全世界即马有超过36个国家拢已经禁止英国的飞行机班降落，就惊讲甲病毒嘛载过去。这只变种的病毒已经传去丹麦、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甲澳洲这5个国家。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咱国内拢有在做监控，先无要禁止英国的飞行机班。来看《中国时报》，劳动基金棚提起炒股票这个案愈舞愈大条，昨昏检方阁约谈发动第4波的搜索甲约谈，统一投信的资深副总经理加共有4个人到案，方叫到案说明。这4个人方约谈进前，拢赶紧甲因手机内底对话抬掉，有密证串口径的记录，即马拢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就等法院裁决。来关心咱国内发生头一站机师伫飞行机顶规定烧话感染的代志，已经有3个人确诊。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讲，应该是纽西兰籍的技师先破病有效，毋过伊无挂喙罨，可能就是感染源，所以会依法来处罚。技术工会即马是建议民航局爱针对机组人员采取严格体检。若交通部即马嘛有提出建议，才拢要交予疫情指挥中心来决。国内爆发头一件技术团体感染新冠肺炎，目前已经有3人确诊。指挥中心约调了后，将感染源寄向765例纽西兰技师，因为核酸检验病毒量偏悬，抓算伫11月29飞美国航班时，伫当地就被感染。外团这名外籍技师过去伫集勤时就无确实挂喙罨的习惯，引起大家不满。对此，各种航空业者拢表示，航空业配合指挥中心防疫政策，若技术员伫食饭啉水以外时间无挂喙罨，拢会依照情形严重程度开罚。也毋过有技师私下表示，长途航班政府驾驶就算无共时间食饭，也拢伫原本的会议，也都是伫同一个密闭机舱内，所以只要有人确诊，传播风险都非常的悬。我已经责成航政司跟民航局，进行检讨。提出可能必要的修正。那这个部分因为指挥中心会有他
整体跟专业的一个考量。我们正在沟通讨论当中。目前虽然边境封锁，不过国际飞机需求量大，机师游员有大量派飞勤务。机师工会发表声明，呼吁航空公司甲机组员要配合，并且尊重指挥中心预调，执勤时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也建议指挥中心会当比较国外航空公司，让机组员伫固定时间体检，避免确诊者接近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700万例，死亡人数有17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是766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80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2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800万例，印度是超过1000万例，伫巴西超过726万例。欧洲国家西班牙超过183万例，法国超过253万例，伫英国已经超过200万例。英国的病毒出现变种，已经超过40个国家，即马对英国提出交通禁令。毋若拒绝因的飞行机，即马英国甲法国的边界，法国嘛禁止英国的货柜车入去。这些国家甲英国拢切断关系，袂使英国脱欧提早发生。若英国即马过一日确定病例，一困头是新增加33000多例，嘛继续创下新高。上瓦近法国的英格兰东南部多佛港，是彩票记者法国边境关起来，警方甲大型货柜车抓落来，车是太几啊公里。伫咧法国官方48点钟的限令之下，货轮货柜车拢袂当入境，除非司机会当摕出新冠病毒的体检证明。为了解决塞车问题，英国官方开放肯特军关开真侪年曼斯顿机场来互货柜车坑。Please don't travel to Kent. Most of the lorries who are there are primarily European hauliers looking to transit back across to the continent, waiting. 伫咧多佛进出的货运物资卡掉咧，民用烦恼供应登去，英国首相强生是出面安答。These delays, which are only occurring at Dover, only affect human-handled freight, and that is only 20% of the total arriving from or departing to the European continent, which means the vast majority of food, medicines and other supplies are coming and going as normal. So I've just spoken to President Macron. We had a very good call, and we both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itions and want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as fast as possible.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伫咧英国发现新变种的新冠病毒了后，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对英国来实施交通禁令。欧盟成员国伫咧布鲁塞尔来讨论对策，部分成员要求所有对英国入境的民众要进行体检，毋过还未有结果。公司新闻黄连编辑。那泰国的疫情，即马泰国嘛传出海产市场规定烧胃感染，上无有700人去胃着。另外，韩国已经连续5天确定病例拢超过1000例，即马连港内底嘛出现规定的烧胃感染。那澳洲雪梨、海沙堡因为规定烧胃感染的病例日头增加，大家烦恼迄个所在早晚会封城，所以拢量早坐飞行机离开。大家排队至少100公尺，医护人员一个线一个取样，要伫3天内完成1万人的大规模检测。因为17日泰国中部一名67岁卖虾的人确诊新冠肺炎了后，卫生单位追查感染源，发现源头伫当地海鲜市场。มากลัวไหมก็กลัว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สัมผัสกับลูกค้าที่เข้าไปซื้อของที่ร้านเราอย่างชาวเมียนมาส่วนมากก็จะเป็นชาวเมียนมาเยอะที่จะไปซื้อของหรือไปนั่งอยู่ที่ร้านนะคะ目前已经有700多人感染，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一部分是来自缅甸的外籍劳工。初步检判是因为大条件歹，而且带甲真密，才造成大规模感染。当局紧急设铁网啊，加派员警封锁市场周边道路、宵禁，佮加强边境管理。因为这个都市离曼谷1点钟的车程，所以首都也宣布取消所有跨年活动。 오늘 0시 기준 국내 발생 환자는 1,036명입니다. 이 가운데 수도권의 환자는 757명이고 비수도권 지역은
279명입니다. 韩国原本因为大规模检测追踪患者，互疫情得到控制，不过最近防疫放令，结果连续5天确诊者拢超过1000人。首尔禁止5人以上集会，首尔东南部一间家家一个爆发群聚感染。184名受刑人甲1名工作人员去围剿，因为贪污罪入狱的保守派前总统李明博也伫遮服刑，病毒采检是阴性。真侪人将机场塞甲10通通，不少人原本打算到澳洲雪梨北部海堡度过圣诞假期，不过最近出现本土病例，已经有70人确诊，真侪旅客返到皇城，赶紧坐飞机离开。And I'm not going to allow anything to destroy our tremendous effort that every single Queenslander has worked hard to achieve. There's an extra 24 hours for returning Victorians, but they will have to go into quarantine regardless. It'll simply be at home rather than in a hotel. 附近的昆士兰州甲维多利亚州宣布自20开始限制交通外边境，佮对来自大雪梨地区的居民实施隔离措施。真侪州拢禁令，也和雪梨亲像孤岛共款。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影响美国的经济，有800万美国人生活过甲真艰苦。3/4的小企业若无政府斗支持，根本支撑袂掉。若美国国会两党已经达成共识，要提出规模9000亿美金新的纾困方案，而且嘛已经讲好势，要量早表决通过。美国政府3月启动的新冠疫情纾困计划，真侪伫这个月底就要到期，哇，1200万美国人面临领袂到失业救济金的困境。经过几啊个月争论，国会两党总算伫20达成新的经济纾困方案。规模达到9000亿美金，未来9个月的时间内，将甲一条4000亿美金的2021年政府支出计划白做会执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伫议场上宣布，这个解决各方问题的好消息。Of cours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have lost their jobs and are continuing to lose them through no fault of their own. This package will renew and extend a number of the additional important federal unemployment benefits that have helped families stay afloat. 这套纾困方案内容包括一只户每一个人600块美金，逐礼拜失业救济金增加到300块美金，拨出3000多亿美金，支持小型企业提供经费支援，要不要配送学校，甲若要处事面临互赶走命运的承租人。这是继续3月2条3000亿美金的纾困计划了后，美国史上规模第2大经济刺激方案。也国民主党极力争取，爱互地方政府的实质补助，伫协商过程被排除在外。参与少数党领袖苏莫表示，将透过对学校、新冠病毒检测站等其他支出来帮助地方政府。苏莫讲，这套纾困案不是天崩地是建立基础，拜登政府1月20正式上路了后，将会推动更加侪援助。We all know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the economy a mess by how he treated the pandemic. We all know that President Biden is entering his presidency in an economic deep hole caused by President Trump. This bill helps him begin to get out of that hole. 拜登迄天发表声明，俄罗这套方案是两党联手合作所达成的。伊讲这也只是开始，并且讲这是国家做负艰难工作时的典范。公司新闻王培文编译。受疫情拖累，美国的经济真歹。根据统计，全美国目前有11万间餐厅已经倒档关门，共要倒的嘛有50万间。有业者就讲，即马敢若会当望后冬，看疫情敢会转好，互因东山再起。看到收音机的营业视频，伊嘛敢若会当笑笑啊！伫咧纽约开餐厅的哈根巴特，甲布鲁克林两间店关开。When it started in March, we had 4 restaurants open and running, and one that was fairly new opened in fall. And then I had a bar that was open for 20 years. Both those places have closed. 伊收起来酒吧伫咧布鲁克林是真有名，收大互真侪人客拢真毋甘。啊，毋过哈根巴特无法度，伊捌用联邦政府薪资保护计划挡一阵仔。啊，毋过疫情互餐厅开了搁关，关了搁开，收入甲支出一直无法度拍平。了解状况嘛愈来愈严重，落尾干奈等甲20年的心血，啊，搁有做伙拍拼的同伴，心痛的讲再会。A lot of my people that had working for me either have left the city or are going to leave the city.
像哈根巴特的例，即马世界拢是美国3月份发生疫情了后，头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观光甲餐饮业。根据国家餐馆协会统计，目前全美已经有11万间的餐厅因故休困，剩50万间还搁伫硬冻，啊，毋过会当冻到什么时阵嘛毋知影。The federal government did the best they could at the beginning. I think they're dropping the ball now, or they didn't carry on with 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I think that is going to hurt a lot of people. 根据美联社的统计，到12月份，美国已经有超过1900万人靠失业补助金伫咧度日子。啊，毋过联邦政府制定的失业援助计划特别到期，若是无新方案来应用，到时阵可能有成千万人会无法度生活。啊，若是哈根巴特，伊即马干内当先做一寡外卖生意，甲希望放伫咧明年的热浪，期待到时阵疫情转好，有机会搁东山再起。公司新闻7万0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要向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美国 CDC 的研究，食脑的变形虫佫出现啊，而且有往北团的趋势，死亡率有99%。伊嘛呼吁美国人即马要省水就爱生钱。为了应付中国甲北韩的威胁，日本政府每年度的国防预算变新台票1.4兆，创下新高。未来嘛讲要加强研发新型的飞弹。来看美国扩大制裁中国，国务卿蓬佩奥昨昏发出声明，讲中国官员若是干涉侵犯人权的代志，安尼就互禁止入境美国。咱台美的关系即马是愈来愈密，有78个美国的众议员斗阵写批予国务卿蓬佩奥，呼吁甲咱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号做台湾代表处。昨昏外交部有证实这项消息，嘛讲改名一直拢是咱国家打拼的目标。进前78位美国众议员联名写批予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将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欢迎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外交部处长曾浩勤之一到立法院备询时证实，驻美代表处改名确实是外交部努力的方向。所以是有进行中，有进行中。所以基本上那个所谓证明或是把台湾成为我们代表处的名称，是一个我们努力的方向，一直都是。驻美代表处可能台湾有什么敏感的？对我们国人不敏感，对某些听的人。台湾甲美国还未断交进前，台湾驻外管处叫做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1979年断交了后，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伫台湾成立 AIT， 台湾也成立对等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各地华府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台湾驻美代表是美国最高层级外交官。伫去年甲美方协调后，改名做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外界也关心驻美代表处是不是有希望改名？我们的驻外单位应该是由我们来决定什么名称，但是因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基于外交和政治的考虑，我们不得不尊重有的时候驻在国的意见。现在环境变啦，执政党也变啦，美国的这个对大陆的态度也变啦，是不是因此就改为用台湾代表处的方式？这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执政当局来自己考量做决定。听见人表示，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因做出反中情绪，美国众议员的改名提议也可能有政治考虑。台湾驻外管处未来是不是改名，牵涉到外交问题，爱台美政府之间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北市的阳明山擎天宫水牛烧天线青公司已经死24只。昨台北市的动保处有公布死因，初步是判断讲应该是水牛长期营养不良。台北市的动保处昨是找专家做讨论，即马研判讲应该毋是破病，是营养不良，即嘛甲水牛的数量有关系，所以建议讲未来要设紧急的饲料站，而且佫要安排对水牛做健康检查。若有民众是指控阳明山的管理处设围篱，水牛才会找无食的。也毋过讨论了后，是因为无法度认定讲，这水牛是阳明山管理处饲的，而且因嘛无对水牛有苦毒，所以未开罚单。来关心有一间某新竹科学园区说台积电公司外口壁的环保清洁公司，互因的员工指控讲，公司爱用人咧讲的化骨水这款强酸来洗，若过程中喷到了后，皮肤烫着伤，毋过公司却无爱负责。昨昏由议员做中人，甲资方做调解。护国神山，护国神山。
利于血汗，利于血汗。大声喊口号，控诉受到家己公司无合理的对待。几个劳工日出面指控公司，甲新竹科学园区台积电洗外墙的工课包落来，煞要求因用人工化骨水的强酸来洗外墙。在过程当中，因去有强酸喷到的所在皮肤规个烂去。公司煞不准因请因为工课受伤的工伤假，连医药费嘛不付予因。他们也没有使用什么麻醉剂，因为他不知道他那个氰硫酸那个毒素啊已经到什么严重程度是到怎样，所以他当下没有任何麻醉，所以要一直削皮，一直削。受伤公司也不给我们工伤假，完全也都没有任何的补偿，然后也没有工钱，然后造成我们大家的生计都不好过。化骨水有真强的腐蚀性，若是去喷到皮肤，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空脆；若是无处理，尾手可能会致使心脏、肝，还有神经系统严重的损害，甚至会死亡。在机关的协助之下，劳资双方下晡进行调解，议员嘛要求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要协助处理。你可以去申请职业灾害，为什么不去申请职业灾害？因为当他一去申请职业灾害，我的外包的资格一定会被台积电取消。我们会派员去做查处。那如果发现他有违反规定、违反职业安全卫生的规定的部分的话，我们会依法做处理。专案经过劳资调解了后，公司初步同意赔偿劳工，要若赔偿的金额，要等12月30做第2届的调解才会当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前镇发生死亡车祸，警方表示，一个姓陈的少年家骑奥多摆载伊姓蔡女朋友，亲像经过路口无两段倒弯，互一台自用的弄着，2个人拢不幸死亡。因为这对男女朋友拢是云林虎尾科技大学的学生，这个姓陈的少年家才拄毕业，是学校内底篮球校队的队长。囡仔雄雄过身，家属真悲痛，拢无法度接受。车门后斗开开，停伫大路，车头弄甲是密密茂茂，几啊公尺远的所在，倒一台喷飞汽车零件物件落甲柜头骹，受伤的技术情侣被紧急送医。家属听到宝贝查某囝出车祸，赶紧为南投赶到高雄。不过最后等的却是宣告不治的歹消息。机车骑士以及乘客送医之后，那急救均宣告不治那我们在对双方的驾驶人进行酒测的测试都没有发现有酒驾的情势。这车祸发生在高雄前镇，2日暗时，警方表示，姓陈的技术在醒出的女朋友骑伫慢车道经过凯旋四路，甲水田街口的时阵，无两段式倒换，互共方向轿车为快车道弄掉。那进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因为篮球队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教练，实际上他就是这个篮球队的一个 leader。然后呢，所以他有的时候还是会回来学校跟学弟一起这个练习，所以跟球队的感情是很好。原来这对情侣拢是云林虎尾科技大学学生，姓陈的技术已经毕业，做兵了就因直接工作，伫学校是篮球校队队长。今年大专院校篮球运动联赛当中，拍一8强赛表现真赞，女朋友前几天才翕毕业相片，2人意外拄着死劫。我们那个大4的学生，我们应该会给他一个荣誉的毕业证书。2人原本趁假日陪查甫朋友阿嬷做生日，却伫半路发生车祸意外身亡。不止校感觉真可惜，亲戚朋友也真歹接受。高质疑车祸原因，警方也要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伫这个月初1，台南一个21岁姓曾的护理师，下班的半中途，互一个啉烧酒赛车的查甫人弄着，经过20外天的抢救，并无乐观。家属即马决定要带伊转去，无爱互伊继续受苦，嘛好让这款悲剧毋通阁发生。坐伫病床边，不时甲因查某囝的手牵条条，轻轻摸伊的面。姓曾的护理师因为车祸受伤伤过严重，伫病院抢救20外天了后，家属决定甲伊带转。病院同事嘛围伫病床边，感谢伊伫工课上尽心尽力。虽然是真悲伤、真毋甘，不过因为护理师头壳受伤真严重，尾手家属甲医疗团队高不离中决定伫早起11点10分备讲，互伊好好行去。这么辛苦的为了自己的前途打拼，结果就被一个酒驾的人就这样给害死了，我也觉得很不舍。
他是要出来买点心，而我的女儿是忙了一天，只是要下班回家吃个饭，都没有办法。因为家境歹，护理师正读册的时阵，就哪做散工，哪分担厝里的开销。去安南病院上班才年外，一个好人因为去互啉酒赛车的人弄着，全去带走。因妈妈是目屎干的，互有啉酒赛车的人，就一定要当甲处罚。对于酒驾的问题，刑者可不可以再罚重一点？要不然他们好像都不怕啊，顶多是罚钱的部分而已。21岁姓郑的护理师是伫这个月初一半暝下班要返去的路上，去互一只轿车弄着。这个啉酒赛车20岁姓温的男性，毋但酒测值是0.31毫克，还佫无照驾驶。护理师经过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倒来。也若这个姓温的男性会防以酒驾致死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这几天互囡仔耍的游乐场安全是愈来愈受重视。教育部嘛拼说要改善全国校园内底的游乐器材。屏东县的林乐国小除了有安全下规定的游乐场，而且每一项游乐设施拢有地方甲客家的意象，互囡仔会当哪耍哪认捌故乡的文化。国小内底下课时间上热闹的，永远是囡仔的游乐场。游戏场比较大，所以比较好玩。那里的树屋很好，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爬来爬去。屏东县的林乐乡遮有真丰富的乐队客家文化，所以林乐国小的游乐器材，若是利用地方重要的大武山、甲爱寮、东港两条溪来甲流浪腿号名。其他的游乐器材嘛充满在地甲客家的文化。因为我们屏东县的护国神山叫大武山嘛，它上去的一个过程有斜坡、有阶梯，然后有攀爬绳，然后呢有岩板。那两个滑道呢，我们把它命名，一个叫爱寮溪，一个叫东港溪。因过这大遮的居民，拢爱行过茶房仔桥来上课，所以就甲独木桥或做三帮桥。也若北郡树下吊公公，也就是大树公卡海田树，是彰显着古早时啊客家人的生活。另外，真侪囡仔嘛真介意伫树屋内底耍，好亲像一家伙仔带做伙共款，所以嘛甲号做凤凰，也就是家族的大厝体意思。我们学校呢去参加教育部的一个甄选，有荣获一个特色游戏场一个补助，提供学生一个安全无虞呢，而且可以健康成长，跟同侪一起合作共好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场域。这几年，教育部真积极在改善学校的游乐场，所以屏东县府就选定林乐国小的游乐场来做示范，希望让所有的学生囡仔拢会当伫这款的游乐环境当中，若耍得真安全，嘛会当更加了解家己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要饲动物伴、饲宠物，大部分的人拢会经猫仔、狗仔来饲，无就是饲鱼啊。若是饲鸡咧，一般饲大只，拢是要摕来做料理。毋过即马嘛有人专门饲鸡来做动物伴。其实伫日本饲观赏鸡的历史已经真久啊。这一只是真黑种的矮鸡，矮鸡就是看它的鸡冠，它的鸡冠要5个1、2、3、4、5个鸡冠，嘿，还有它的颜色，还有尾巴，它的角度，这样子。这只龟身躯拢乌色的龟是日本种，伊的主人林正经饲龟已经40几冬。真爱看龟的各种姿态、色水，也有饲几十只无共种的龟，也创立全国一心会观赏龟保护联谊会，推广把龟当作宠物饲，因为伫咧国外，龟是宠物，而且会当帮助人的身心平静。阮就是要推广甲鸡啊，甲推广，互伊变做宠物，那类似鹦鹉、狗啊、猫啊呢，因为伫外国吼，这鸡啊嘛是一种会使治疗咱身心灵的一种动物。国内第一个有宠物美容科系台林科技大学，为了要互宠物市场更加多元化，也甲林正经合作，推广甲观赏龟当作宠物，增加饲宠物的选择。大人科大是台湾第一所宠物美容科系的创立学校。那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在建立我们大人科大宠美的品牌当中，不只是局限在狗、猫，未来多元化的宠物如何来提升，然后让我们民众能够来在这个疗愈上面、陪伴上面，
都能够大家各自能够选择自己所需。伫咧最近几年，国内天物市场发展了真好，林正经也长期甲日本、泰国、越南一寡国际观赏龟协会交流，互相观摩学习经验。今年才会正式成立协会，也甲学界合作，希望会当带动台湾观赏龟发展，和天物市场多元化。2020好时机，欢迎来大人六机。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要换所谓身份证这条，一直拢有争议。内政部长徐国勇即马是专工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来化解，用网络直播点破民众的疑虑。内政部即马嘛公告讲，第一届换所谓身份证免钱，啊，毋过拍无去要补爱纳900块。内政部规划明年7月份全面换发所谓身份证，毋过所谓身份证恐惊有涉入各自的疑虑，引起无共款的声音。唐凤强调讲，提供服务的人袂当强制要求要读晶片，也若资料嘛袂登记去内政部。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私人机关，不可以强迫像这个我阿嬷或者是他的朋友要读取晶片，他不可以说，那你只有晶片我才提供服务，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你每一次办手续的时候，其实服务提供者他是不会再连回内政部，也不会再连回其他机关来确定这张卡的有效性，因为他当天早上已经下载过哪些卡被挂失。也若所谓身份证顶悬配偶的名甲爸母的名，唐凤强调讲会有加密区，输入密码才会当读。唐凤讲，7大卡的防伪机制，等于是护照的规格，安全等级是4。晶片卡的设计程式是 ROM， 敢若会当读袂当更改，安全性比即卖身份证还佫较好。内政部嘛公告，头一届领所谓身份证，会为原底收费1张50块，改做免收规费。也若补领身份证，会为200块改做900块。成本很高，所以千万不要掉了。掉了的话，因为那个成本最少要900块。身份证后面还有我爸爸妈妈的名字，我太太的名字。以后我们的数位身份证并起来，你公布叫啥名你唔知啦。我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也不会在上面显露出来。这我拢知啊。明年1月份开始，会伫新竹市小规模试办所谓身份证。内政部嘛邀请治安团队测试所谓身份证的治安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准备结束，若今年规年冬天，咱拢受疫情影响，真侪产业嘛受疫情冲击，包括艺文产业。台北艺术大学即马有做一份年度10大艺文新闻的票选，前3名，第1是政府本艺放榜，第2是艺文纾困方案，第3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幕。3项内底有2项甲疫情有关系。新冠肺炎疫情伫全球咧滚价，省长艺文产业为着进行发展。文化部加价推出艺放券，嘛推动艺文纾困补助办法，希望会当陪伴艺文工作者渡过难关。这2项重大振兴甲纾困的资讯，嘛是今年上届受到民众关心的艺文新闻。由台北艺术大学做的年度10大艺文新闻投票，包括前2名在内，拢总有4个甲疫情有关系，嘛显示疫情造成严重的冲击。其他也佫有含文化政策、表演艺术、甲文化资产等领域相关的新闻。也若经过17年，总算开播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排第3名。这17年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界有很多在原地踏步的一个情况，还需要有更大的成长的空间。这个北流的成立呢，其实会是一个里程碑，它未来的可塑性其实是非常大的。主办单位表示，艺文产业的发展是要在变动当中吸收经验。10大新闻呈现的趋势，是希望会当让更加侪人了解台湾艺文发展的路线，期待未来艺文的环境会当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镜头来家己新港的铁路公园最近的气氛变甲真无同，有13个艺术家甲学校社区合作，用3个月时间完成12项作品。未来这2个月拢会直接展览。暗头仔的公园气氛变甲真无同，游客甲在地人来到这欣赏最近才刷来的12项艺术品，伫下骹翕相留纪念。很赞，因为有这种真开的迄个气味，嘿，有乡土味，就水啊。这边真的比较少人来走啦，也许点亮了之后，就更多人知道说，这边有路可以往这边通过这样。对啊，也让那边的人知道说，从这边可以走到新港街上啊，对啊，才会知道说这边有一个铁路公园。
12组艺术品透过社区学校甲艺术家的创作，结合环保的概念。有艺术家表示，今年发生太侪代志，希望透过作品会引互大家心情较好。我这次作品是漏沙之网，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远都有不断的希望啊、幸福啊，顺着像这样的网子流到我们大地上。明年是新港铁路工程20周年，嘉义县文化基金会甲新港文教基金会合作，以生活袂当做主题，邀请13位艺术家创作。19号暗时10点钟，要伫工园内底展出2个月。这个咱的特色就是咱请13位的艺术家，然后完成咱12个作品。这12个作品内底有的是结合咱的社区，咱的各单位，有老人，有咱的小朋友，还有学生吼，各做伙创造这个点亮新港的这个主题。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过年的时阵，真侪乡客会来到新港的庙寺，祈求未来一年顺遂平安。基金会希望透过艺术的方式，互来到遮的人感受在地创作的文化美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基文刊榜来看国家人权博物馆张载伫面册参网络平台放上一支合作好好的台基课的台基动画影片，透过一个袂晓讲台基的囡仔，选去参加学校内底台基社团的故事，要开拓语言平台，每一种语言应该拢有平等发展的权利。到底什么代志啊？哦，发什么呆？跟食饭啊！阿舅，我不小心去参加台语社了啦。影片中的囡仔浩浩懵懵懂懂家己台语社，搁正做社长，袂晓讲台语，煞互老师指派参加演讲比赛。国家人权博物馆头一摆杀出以台语文做主题的动画底片。动画的这个方式用一个较轻松而且用一个较日常生活的这种方式来传达这个重要的这个语言平权这个概念。我这孙吼，伊做台语社社长，煞袂晓讲台语啦，真歹势哦！你敢袂当互伊去旁听？故事的主角袂晓台语，落尾请教厝里的人，嘛反映出一家伙仔3代人伫无共年代语言政策下，受到什么款的影响？提过金马奖的导演王定玉讲，伊是将这批人甲因孙仔的故事真实展现，互大家来思考。讲实来就是讲。即摆大家拄着母语的问题，就是讲无咧使用，所以咱拢袂晓用。无咧使用的前提就是讲，因为心态上对这个物件有一个轻视嘛。咱较早会感觉讲讲什么讲的语言会较有水准、较高级。其实咱若回到咱家己的母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母语，同时就是说国家应该要平等的。来协助任何的母语发展的机会。影片嘛有一小段咧讲越南新住民咧甲台语的情形。馆长表示，这支影片背后想要传达的，就是任何语言的发展拢应该会平等。希望大家收看卖影，认同家己的母语，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人讲老人囡仔性，囡仔嘛是互老人有关系上好的撇步。澳洲有疗育院开学习中心，阿公阿嬷甲还未读国校的囡仔出伙上课，有阿嬷就讲看囡仔咧边耍，咧边画图，咧边撞来撞去，感觉生活加较趣味。澳洲新南威尔斯威灵顿马拉纳莎疗养院最近加一顶真闹热的新厝边。Now you're alive. 看到这顶机甲滚的新厝边，82岁柯克兰煞一点仔都无想起，伊伫疗养院待16年，已经真久无遮尔欢喜过。柯克兰甲囡仔做伙生活是一项新的照顾方式。疗养院真侪年之前开始筹划台籍学习中心，伫联邦政府资助甲格里菲斯大学协助之下，去年动工来起，今年9月份开始迎接新的成员。这嘛是全澳洲第一间台籍学习中心，那提供带囡仔服务，嘛运用公孙仔、妈孙仔做伙生活的治疗方法，协助老大人恢复活力。A lot of residents go into aged care facilities and they become depressed. And their quality of life deteriorates. Simply coming over of an afternoon with their carers and sitting on the veranda
and watching children play. That is therapy. 两代人定期做伙佚佗、读册、唱歌，会当帮助囡仔提升语言能力，嘛协助老大人维持记忆，减少孤单的感觉。Watching the kids paint and them playing and everything, and the little ones coming up and asking, "What's your name?" It was really wonderful. 学界认为讲，在这学习中心突破性的做法，和理论唔那仅仅是理论。这个公孙仔、妈孙仔做伙生活治疗方式，会替澳洲未来老大人照护带来新的可能性。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耶诞节要到位啊！即阵耶诞老人上无闲，也毋过嘛是爱保持社交距离。有的耶诞老人是透过视讯甲囡仔开讲，佮有耶诞老人是坐伫透明的球内底甲囡仔耍。因是激头壳顶步数，送祝福嘛爱兼顾防疫。美国的这个查某囡仔对着荧幕内面的耶诞老人伫咧问问题，受疫情影响，为着要保持社交距离，今年耶诞假期的耶诞老人，无像以前伫咧街路甲民众互动，是改做用视讯的方式甲囡仔开讲。Sadly, no trip to the grotto this year, but thanks to some virtual technology, which we all embrace nowadays, I am able to see them and I am able to speak to them. And it's as if I was in their own home sometimes. So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thing. 英国有耶诞老人训练学校，提供付费的甲耶诞老人开讲的服务。包括里院有商场特别布置一个耶诞老人的房间，透过摄影机甲大型的荧幕，甲来商场的囡仔互动翕相。伫丹麦奥尔堡大门园内面的耶诞老人，是在一个透明的细球内面甲囡仔耍。伫美国西雅图路边，有耶诞老人记着防护布棚甲民众互动。And I was really thrilled that Santa was in a bubble, so we'd come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and maybe catch him when he wasn't too busy. 伫芬兰是当入去耶诞老人引导甲伊互动，英国中也是采一块透明的防疫板，较袂去喷着喙烂。Oh, hello everybody. Some children have been a little worried about coming Christmas due to this very special situation in the world. I can tell you that all the preparations here at the Arctic Circle in Lapland are going extremely well. 美国的阿拉斯加是照往地出动国民警卫队到平原的村庄，替耶诞老人送礼物活动地囡仔。不过，这项已经65档的送暖活动，这边为着要保持社交距离，警卫队即个那将礼物放伫咧空地啊，互当地居民家己去分。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讲起污染卖害死人，英国有一个9岁查某囡仔，伫2013年时，因为严重的气骨喘发作过身。因为因兜就住伫大路边，调查了后，即马伫伊的死亡证明顶悬写明伊的死因是因为空气污染造成的，即嘛是全世界头一例。罗莎蒙伫7年前失去9岁查囝艾拉，即马总算查清楚查囝死去的原因，因为经过第2届申诉，伦敦裁判官总算认定是汽车排放废气和空气品质变歹，和艾拉伫2013年破病死去。This was about my daughter getting air pollution on the death certificate, which we finally have, and we've got the justice for her, which she so deserved. But also, it's about other children still as we walk around our city of high levels of air pollution. 是因裁判官的调查发现，艾拉有气骨，伫过身进前，这3年喘气拢真困难，捌出入病院要30届。若是伊住的所在，伫伦敦市东南的路易森区，而且流量大，而且常常塞车的交通要道，南环路是无减30公尺。当地汽车排放的二氧化氮废气量，长期无符合英国甲欧盟的标准，致使艾拉气骨恶化，转来死去。It's really put into sharp relief government failings to clean up the air. It's brought to the public attention a whole host of evidence about how long government has known about the harm that air pollution does to people's health and just how slow they've been to react to that. 艾拉的妈妈讲，伊若早知影讲是空污的原因，伊就会采取预防措施，查囝无得靠就袂白白牺牲啊。目前全球空污的问题真严重，世界卫生组织特别警告，空污逐年互700万人无命。英国官方是估计，当地逐年有28000人到36000人的死因甲空污有关系。即马英国出现第1件正式认定是因为空污来死去的案例，表示讲空气污染的危机一定要注重。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辑。关心天气，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到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